3来自日本的小恩的选手受到屏东县政府邀请，要来推测屏东的观光哦。今仔早起，因是去东港来体验跟乌昂床，伊嘛学了讲乌昂床的沙西米实在有够有意思哦。东港区农协会嘛表示讲，东港的乌昂床已经要20天无销去日本咯，望讲会当搁再外销日本。 小燕选手出力甲乌昂床卷起来，一个人卷无法，着3、4个做伙出力，卷刷了后摇看卖有偌重，要挖，搁真够摇，刷落来甲立委市富贵比赛有车。小燕选手毋但头把，速度嘛是真猛。这拢是对日本西克罗亚马贝亚来的小燕选手，受到屏東县政府的邀請来体验屏東乌昂床观光活動。とても大きくて圧倒されました。 全然大きかったです。僕が思ってたマグロ、魚さばいたことは結構あるんですけど、あんなに大きいのを見たのは初めてなんで、すごい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。日本小燕选手拢对屏東烏昂床真介意。其實今年的烏昂床數量有夠，計數佫穩定，逐工入港的數量攏有超過300尾。6月初7，總量2200噸的配額就已經滿，袂當佫掠。東港協會嘛希望透過這幾年配額的提升。 趁机会，把屏東的烏昂床推銷到日本去。这几年其实整个黑鮪鱼的资源复苏，它是来得非常成功的。在整个黑鮪鱼的产季下，我们有想要再重启外销日本。除了到东港食烏昂床，遮的小燕選手這2天閣有耍水、甲踅墾丁街啊。屏東縣政府表示，未來會繼續推सक्國際交流，吸引更較濟外國遊客到屏東佚佗。記者柯永哲，屏東報道。